中东战争这局势当来紧张，美国顶礼拜五四大指数拢收乌，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，落尾收伫咧20449点，落286点，台积电是62块，有关有伫咧800以上。专家也分析讲，这中东战争若准扩大，这影响的时间过久长，恐惊影响到这国际股市的一个压力。中东战争局势升温，美国顶礼拜五淡薄，台股拜四一开盘也受拖累，一路行价收跌20449点，落286点。台股宽往台积电，共款稳收800块大关，落12块三大发展，未超台股338亿。因为油价上涨呢，刺激了通膨再度的升高的可能性，避险的资金呢都跑到这个美元资产里面去，那所以呢，对台湾的股市呢就造成了一些这个资金的排挤的效果。专家分析，若中东其他国家投资战术，国际股市恐惊对咧受冲击。暗过战争题材反正在互军工股逆势起起来，无人机指标雷虎盘中长期起停，汉翔长荣航太等盘中起幅度拢超过半斤停板。另外，美国联准会因为无释出降利息信息，欧美商用不动产办公室暴雷案，佮继续均价扩大，国内有5间国有银行、1间民营银行受影响，贷款余额差不多2.9亿美金。根据了解，今年已经有10件商办暴雷案，市场烦恼哪地都无共，暴雷恐惊连环爆，是不是会影响台湾银行业呢？可能就是国营在那边的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影响，台湾的影响就是比较间接啦，不会说因为这个而蔓延到台湾的表现。这摆美国商办暴雷案大部分是公股行库，认为有不动产做担保较可靠，况且有1间银行损失超过1亿美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